Hello， 歡迎返到小火爐德州撲克。咁咧今日咧就係我哋調下鏡頭先。我哋最尾一日喺澳門打 cash game。咁咧琴日咧就因為兩手比較極限嘅操作，所以咧就水下10000出頭。跟住咧就冇乜特別嘅手牌，就係一手KK 撞人哋積，人哋中咗 set。咁我哋後手就得，佢後手得7000，我後手有13000，所以就你已經打晒啦。第二手牌就係攞 A10去做一個 double barrel， 翻前3B 嘅底池 ，flop 到一槍 ，turn 到一槍，跟住 turn 到推咗出嚟。flop 係 K 女3，好似我係攞 A10打2槍，跟住推咗出嚟又冇辦法，只能夠 full， 所以後尾咧就水下10000左右。咁今日咧就狀態都幾好嘅，就係個胃有啲唔舒服。咁第一手牌攞 K 女 open 咗之後咧，有個左邊有日本人 call， 跟住喺 cut off 有一個都比較有 action 嘅人，3B 到1100，跟住我係 K 女紅土，呢度想做一個4B fold， 因為平 call 冇位置就比較尷尬。咁做一個 4B 到2800，跟住睇咗睇自己嘅籌碼，後尾就 fold 咗啦。咁我哋成功收低翻前，仲唔使抽水。咁之後幾手牌都打得唔錯啦，有一手 bluff 又 OK。咁我哋從8000幾嘅籌碼一直打到14000左右。咁迎嚟下一手牌啦，我攞 KK UTG Open 300。跟住有個比較緊實嘅大叔喺後位，3B 到1100。咁因為我張台就比較開比較多嘅牌，3B 4B 好多。咁但係我喺度攞 KK 啊嘛，又冇可能唔做 4B 咁，所以我做咗 4B 到3400，一個比較大尺度嘅 4B。OK call 住底池6900加上大盲。flop 嚟咗132，兩個紅土，我有紅土 K 嘅，其實好靚喎個面。跟住我喺度諗住 check raise all in 啊嘛，check 咗一手，因為後手剩翻8000幾咁，我 check 嘅之後打2500，非常好。咁攞啲積積累累嘅牌嘅價值，跟住如果佢有啲 A 叉嘅咧，又可以。即係有可能佢套詞佢都會 call， 打2000之後我直接 jam， 咁佢後手可能 total 8000幾啦，8800、8900度，跟住佢 snap call， 原來佢慢打 A， 咁 A 撞 KK 咁10000左右嘅籌碼打晒就冇辦法啦。後尾咧就冇打啦，因為今日想早啲翻去廣州，仲要開2個鐘頭車。咁我哋今次總體咧，最尾2日其實就唔係特別順利嘅。最尾倒數第3日雖然贏咗30000幾，但係最尾都係 A 撞99俾人中咗個 set。咁好彩佢嘅籌碼量就唔係特別多啦，咁所以就冇輸好多。第2日咧又積撞人哋 KK， 唔係 KK 撞人哋積，跟住人哋發咗隻積出嚟。咁就最尾有 A 撞 KK 咁我哋今日一共咧係打咗663攞18、21、30，差唔多30幾個鐘咧就盈利19300，咁都 OK 啦。就最尾2日輸咗17000，咁20000左右嘅盈利7日，咁就當然冇上一次嘅 Bank 挑戰咁多啦，但係都算係好順利嘅，特別係第5日係特別順利，最多好似可能贏咗4萬幾。好啦，咁我哋就都算成功啦，今次 Bank 挑戰，咁就喜歡呢個頻道嘅朋友
幫手多點讚訂閱，1鍵3連。咁鍾意呢類型嘅挑戰呢，就評論區同我講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要慢慢開2個幾鐘出去。下次比賽見啦！下次比賽應該就係試一試潮汕站嘅一個叫潮汕杯，未去過嗰邊，第一次打，口碑都唔錯，聽講發展好快，買入就都唔係好高，主手好似3000幾咁，希望可以順利啦。好啦，睇下改個站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就出關啦，就出咗去返珠海啦。今次嘅使費呢，就都唔算特別多嘅，就6個晚黑嘅酒店，6個晚黑酒店食嘅其實都冇幾多，因為我全部都用嘅餐券喺賭場入邊食，就基本上免費。睇下個酒店幾多錢先。酒店係3700，酒店係3700，所以呢就停車費啱啱停咗7日，一共係584蚊好似，加起身就4000蚊出頭啦，咁就減返開支可能5000蚊到，5000蚊就今次 Bangkok 挑戰水上15000都算順利啦。希望下次可以繼續 run good play good，下一場比賽見啦，拜拜。